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，看到静宜学大学内底这间咖啡厅，国情就想着讲，哦，咖啡厅这句话，永早台湾人毋知安怎样讲。你会记得讲，较早解文说字，国情捌提起讲，咱即摆咧写同意书。清朝时代同意书这3字无讲呢。清朝时代的人，因讲来写甘愿字，就是讲心甘情愿。照这张字幕，我甲你约束好势。所以古早的台湾话，甲即马讲法有当着啊无相共。啊，咖啡厅以早日本时代安怎样讲？国情招你来回想一下。较早有一条真好听的老歌，周天王老师作词的，讲又过一日，甲伊行入一间小茶房，双人对坐。满面春风，咖啡味清芳。这条歌黄飞飞嘛捌录过呢。对啦，歌名就是叫做《满面春风》。2个人行入一间音乐的小茶房，气氛真好。原来双人对坐，咖啡的味清芳。日本时代台湾人讲咖啡厅，就是讲做茶房。啊，这句话对倒位来？在国情的理解，真有可能就是对日本话喫茶店遮来。因为喫茶店就是日本人咧讲咖啡厅，迄个时阵日本将真济先进，即个社会上界事件、上界车辆流行的产物，拢对东京引进来到台北，所以台北原来开几落间茶房。咱228事件就是发生伫咧天马茶房的门骹口。啊，天马茶房即个头家詹天马先生，就是写台湾歌谣第头一条迄度的《桃花吸血记》这条歌的。作词家讲到茶房对喫茶店来，国情原来要提醒一下，实在茶房这2字，那以中文华语的讲法是有别款解说，就是讲公共场所，也是讲这茶馆内底咧共添茶小事啊。华语才讲做茶房，毋过台湾话的茶房，原来就是对日本的汉字来，对喫茶店扣来，讲做咖啡厅。日本时代人就讲茶房，啊，讲到这国情想到另外一个咧。同款汉字，毋是讲看到汉字就想对中国的古文去，歌谣这2字嘛同款。那以古早的古文，2000年前周朝时代歌谣，就是讲民间采录的、民间去扣的迄个念歌4句联叫做歌谣。毋过台湾有真济遮个歌谣的前辈，柯少啦、吴振怀啦，因去日本学音乐转来，因嘛讲，阮所写的是台湾歌谣，包含讲。三声无奈这条歌的作词家黄国良先生，伊嘛讲，伊写一本册叫做《台湾歌谣101》，啊，源头对倒位来？正就是因为日本人咧称呼家己的流行歌，嘛是叫做歌谣曲、卡谣曲库，所以歌谣这个元素嘛，毋通干那看着汉字，就想着中国的古文。因为啊，日本人伊嘛咧用汉字呢，台湾人有真济汉字的讲法，拢对日本扣过来呢。啊，讲来到遮，共款。古早咖啡厅讲做茶房，国情原来要过来讲一个古早味的咖啡厅，讲做茶房。